台北的主治病院有一个男护理师，伫网络发文章传相片来压料，讲因开刀房的护理师伫病患麻醉的时阵，违看病人私密的部位，毋但翕相阁共摸，结果互主治病院甲告，就安尼压料的人变做被告。 为北检行出来，伊是主治病院开刀病房的治疗者，姓黄的护理师，因为拿不出10万块的保证金，扣限制大所在，嘛遭靠手机含病判，不过治疗者先拽封告。 姓的护理师昨伫咧网络顶抛出做工课证明，讲伊伫咧主治病院开刀房上班半年时间，看过伤济互人扁白的代志。伫咧麻醉期间，护理师会看病人的下身，佮伊翕相，甚至甲因碰，这完全无遇到的代志，全部拢发生伫咧无人知的手术房内底。佮讲，当你规身躯互麻醉时，敢知影家己的身躯互欺负，甚至含囡仔同款骂咧互对待，嘛放3张私密的相片，才会扣主治病。 为什么要抛网上？阿那姓的护理师洪医生时，面对记者问会，敢若笑笑回应。阿那伊甲警察讲，相片毋是伊翕的，是军组的，嘛无关系讲到相片来源。不过开刀房事实上毋是一个人，卫生部长试水员敢若目看破，翕相大家拢知影，敢讲可能是一个人伫咧涉案。有听说这件事，有可能是医生要打病历流传下来的照片。整形外科手术前、手术后都会有一个照相，这个是经过病人同意的。照相的记录是病历的一部分，这是手术部位是合理的。问其他医师是讲，护理师会当调病历，不过若是漏摄就非法。对这件代志，主治病院无发出声明讲，病院遵守病人权利和允许，手术室嘛禁止非医疗用途翕相行为。即摆已经开始伫咧调查，确认相片敢是伫咧本院翕的，嘛禁止当初相关资讯看的款限。不过标出头翕的记录，未来患者要开刀，应该是会感觉真解救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